嘿，你住这边吗？你住这里吗？没有，这边管区了，没有看过你。跟你核对一下身份证字号，跟你确认一下。跟你核对一下而已，怕你有没有被报失踪。大声一点。因为，那你住在哪里？当然可以啊，这边是公众得出入场所，本来就可以对你实施临检。公众得出入场所代表道路或店家，店家的营业时间可以对你临检，只是跟你询问一下姓名而已。可以，那你跟我去的地方。不用，你跟我讲名字就好。这真的啊！我刚跟你们前期讲，你说要我们直接跟你让录音。你要去哪里？没有，你如果不报证号的话，我要带你回去查证。啊，你要离开啊！等我们巡逻车。我有现行犯吗？你没有现行犯啊！很蠢。你说我很蠢。你说我很蠢。你要不要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刚刚骂我很蠢了。听不到，你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公共场合你做的事情违反你的工作，我现在要走。哎，你干嘛碰我？你刚刚骂我很蠢。你碰我？你刚刚骂我很蠢。啊，你说我什么？我完全没说你什么。你阻挡我，你录影放妨害自由。我现在问你叫什么大名？你凭什么问我？因为我是警察，本来就可以。不是啊，合理盘查。我做了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带证件？你凭什么问我？我做了什么事情？你骂我，简单处理就是设置法。等一下，我本来就要跟你做查证动作的。你先拦阻我。我没有做任何事情。我真的傻眼。不是啊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离开？你浪费我的时间。你才浪费我的时间。我要去工作，你为什么要盘查我？我本来就可以盘查你啦。你为什么可以盘查我？本来就可以盘查你。我做了什么？你在空中的出入场所，这不是道路吗？我在走路哎，我在路上走路，我在吃早餐，我要去工作，你为什么要临检我？我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在路上走路喝饮料。你一直看我，啊，我凭我经验，你等一下，你先等。你不要拉我，你不要拉我。来，过来。你为什么要拉我？你妨害公务。什么叫？你刚刚什么你刚东西啊？很蠢，你在这边等巡逻车，我不想对你使用强制力。我告诉你，你刚刚骂我很蠢。你刚扯我又拉我。你刚骂我很蠢吼，你已经妨害公务了。你先拦阻我。有3项权利，第一个你可以行使缄默权，第二个你可以请律师。你如果有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原住民身份，你可以申请法律辅助。第三个，你可以收，你可以调查有利之证据。好笑，等一下，我有在录。中立区新鲜路一带近来查后还有发生多起案件，为本分局列为治安要点。那本案员警骑着机车穿着制服，发现陌生人口，以委婉的态度呢，依照我们警察职权行使法第6条第1项第6款来查证身份。其实查证身份只要民众配合，不用1分钟的时间。但是本案詹女士却要我们陪同到其工作场所，显然是不合常理。那员警在查证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詹女士不但不配合，还以言辞来辱骂我们执勤的同仁。经多次的劝导无效以后我们依照妨害公务现行犯呢，来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来侦办。那本案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了，我们内部会来测进是否用更委婉的方式有效来维护社会治安，我们会来加强测进。谢谢。